最近大埔嘅火災，可能你會覺得驚、擔心、唔開心，而呢啲都係正常嘅反應。我想同你哋分享下照顧自己嘅小方法。心情唔平靜嘅時候，可以試下深呼吸，慢慢吸一啖氣，好慢好慢咁樣呼出嚟，好似要吹走面前嘅塵埃咁樣。你嘅身體會慢慢覺得放鬆。你都可以試下繼續做一啲平日你鍾意做嘅嘢，例如聽一首你覺得舒服嘅歌，拎住一啲你鍾意嘅小物件。熟悉嘅事物會令我哋覺得安全。如果你身邊嘅屋企人、朋友或者同學覺得唔開心，呢個時候你都可以聽佢哋講下嘢，陪佢哋坐一陣。你唔一定要講好多，可能簡單嘅一句我會喺度陪你，其實已經好足夠啦。小朋友對於大埔火災事件可能會感到恐懼同埋擔心，但係因為年紀細，佢哋未必識得用語言去表達出嚟。我哋又可以點樣去幫助佢哋恰當咁表達情緒呢？爸爸媽媽可以透過同佢哋一齊畫公仔，或者用佢哋熟悉嘅玩具進行角色扮演遊戲，讓小朋友可以好自然咁樣去表達佢哋心裏邊嘅一啲諗法或者情感。喺過程中，爸爸媽媽可以耐心咁去聆聽，亦都可以讓小朋友明白感到恐懼同埋擔心其實係好正常嘅事。透過呢啲親子活動，小朋友亦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媽媽係陪住佢哋，讓佢哋有安全感，咁樣都可以讓小朋友咧去舒緩佢哋嘅情緒嘅。當你突然間覺得好焦慮、好緊張、好驚，或者有其他情緒，你可以試下一個叫做五感接地法。咁好簡單嘅啫，你去望身邊嘅五樣嘢，可能見到盞燈，見到隻窗，然之後逐樣嘢講出嚟，然後咧嘗試去摸四樣嘢，慢慢嘅去摸，講翻嗰樣嘢出嚟，然之後咧聽三樣嘢，聞兩樣嘢，同埋感受一個自己嘅身體嘅感覺，譬如隻腳掂住個地板，一步一步講出嚟嘅時候咧，個注意力咧就可以將內心就轉化去外邊嘅事情，咁希望可以幫你減低到嗰個焦慮或者其他負面嘅情緒。